高雄有民众伫咧网络顶悬买日本产的石器卡，所发现这包装顶悬有搭2张票仔，一张因的保存期限是已经过期10个月啊。民众怀疑业者偷改标示无老实，不过这个业者强调因无改标仔，卫生局目前是已经去稽查。 高雄市卫生局今晚早起来到海产直播平台业者的仓库进行稽查，因为有民众伫网络打文，讲家己23伫平台落订单，买这款会当生食的日本石具卡，25去领过转来就摕去冰，等到27提出来要食，所发现顶悬乃旧2张票啊，旧的迄张的保存期限已经过期10个月，民众质疑是毋是有改票的问题，看到卫生局来稽查，业者也提出 FDA 认证讲，保存期限是到115年的7月，无过期的问题。 那一间厂商所提供给我们这一批章鱼脚的 FDA， 那确实有效期限也跟刚刚你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，所以那个标签也不是我们篡改的，并不是我们篡改，所以那一张标签全部都是厂商那边依 FDA 下去做的。 业者强调，票仔是供应商出柜就打好的，门市会加打1张中文的票仔，不过保存期限都是照供应商迄张规准。不过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，那假是有改票仔的代志，确实会影响到伊的消费意愿。感觉不好啊，无信用啊。安尼你敢哪个来买？安尼我未来买。现场库存4只章鱼脚，无重复贴标情形，业者亦提供该产品进口报单。 效期为115年7月7日。卫生局调查，业者是113年进口100公斤的货，拢总抽查5间门市，敢若2间有石具卡，不过无发现有中文票啊搭相应的代志。供应商的部分敢若有日本的票啊，另外当事人有甲商品提供给卫生局，后续会按照食安的相关规定甲权责来做进一步的厘清。记者郭家如、屈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